都是小孩子，不是在大学就是已经大学毕业，所以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他们。当然，他们又比较年轻，我你功课的嘛唔对，有的人较少年。不过 anyway， 咱接多谢因哈。那我们今天要跟我们跳的第一条舞是踢踏浪潮，这个就好，咱什么这个夏天的季节哈。好，那现在就请他们表演。风一直刮，我想这样帮你过滤的风沙，墙上的石渣滴答滴答还在牵挂，我们都别爱他的长发。你这回家，亲切亲切回来阮家，亲像也了后面怎行看，吃一张花纸，是啥是啥啥啥的名，你讲你的代志，互阮听。可是你记得，是别错该你心上，我真的不该，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。水风飘拢起街头，亲像你，咱下面有点情，咱后面有点你，咱相信咱拢会想你，注定会有回忆，咱的心将在你，等下去越难是越难回忆。可是你记得，是别错该你心上，我真的不该。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，是爱你这个，想自己爱说个你自己心酸，从此面对我简单一句爱说不出来。连我们一封别都别来记，咱的恋情因为一开始已经起，他让自己到一步。感情不像放不弃。谢谢乐云老师的用心哈，你有感觉？因今仔跳这个舞嘛是特别为父亲节，因为男生都爱看水澡哦，穿的短短的哈，是不是？所以希望这男生哈，跟所有的爸爸今天看的这些女生跳舞，今天心情回去都非常好。